咱先对圣诗305首开始，咱请诗去。秀哦。我的心情对调酒歌，不能叫出兄弟，我的自是我的兄弟，一路走的对，我走了出兄弟，第几在？圣诗611首。安静心，准备礼拜。
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愿各位主时刻甲咱同在，互咱拢充满快乐，各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上帝啊，你的慈爱那遐宝贝，世间人拢来美伫你十个的保护下，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食。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咱三甲来吟圣诗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的主是。
请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伫所有的日子保守，并且祝福阮大家徛起的台湾，互阮伫平安中来生活。阮看到乌克兰人民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丁发动的侵略战争，致到人民死伤无数，家园厝体受毁坏等等的情景。阮就伤心艰苦。阮的天父啊，伫早前，你透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互阮知你是爱地面上的国和平相处。因此，阮恳求你伫现今这个世代，由原来审判列国，为着济济百姓来解决战争的事。阮恳求你，互俄罗斯总统普丁会当良心发现，停止侵略乌克兰这个国家的行动，互世界早一日恢复和平，互乌克兰人民会当过平安的日子。阮求你，带阮众人三甲做梦，做伙祈祷，同齐做工。求你除去阮心中的骄疑，装备阮，无论伫甚物所在，拢会成做你过好的器躯，互阮同齐来建造一个，互全人类得到和平、公义的世界。阮安尼恳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启用，咱用启用文第28篇来同齐学了上帝。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帝。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气杀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就感谢上帝，因为伊至善。咱所接，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有3节的圣经节，咱首先来读约翰福音书16章第33节。我有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所接是腓立比人书第3章13节。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第4章第4节，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佮讲一遍，着欢喜。以弗所人书第2章第8节安尼讲。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神得到救，毋是靠恁家己，是靠上帝的恩赐。愿上帝祝福咱众人。所接咱要请圣歌队学乐，因为学乐的诗歌是只有基督。
讲一下这平安，真歹势，拄则伫7楼的时，我时间小看唔到伊，所以有拖着时间，把大家道歉。什么？你帮我按。我确诊已经好啊，所以我这口罩戴了无要紧啊。我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平安、喜乐、稳定、甲保守。最近牧师在甲我讲，董事长老，你已经10年无倒来咱教会在分享啊，你嘛倒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这站有介久的时间拢伫外口，伫逐间教会在分享吼，分享上帝的事工，所以我也不是讲无好啦，不是我算的有哪超过半年无倒来啊吼，所以讲我倒来甲大家分享一下。不过我一直在思考讲，我要甲大家兄弟姊妹，这是我的本会，是大家兄弟姊妹甲我拢遐尼熟的本会，啊，我是要分享啥？我也上帝讲，上帝啊，我真正毋知分享啥呢，因为我平常咱所分享的伫聚会时，拢已经拢有咧分享啊，对无？啊，是要分享啥？上帝，我就开始讲，你着想分享你平常上平常的代志。所以我想讲，啊，无着分享平安、喜乐、甲稳定、甲保守。我想着，我想讲。啊，迄大家兄弟姊妹，迄拢对细汉就做基督徒，啊，因大家听着嘛，知影讲，平安、喜乐、稳定、保守，这阮从细汉听到大汉，啊，碰到你真大胆，你敢分享这种题目？所以我想讲，平安，我想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来教会拄着人第一句话就是平安，就是要你的平安哦，爱有喜乐哦。平常鼓励人拢是安尼讲，遐即摆咱既然咱都安尼做啊，是安那我今仔爱去分享即款的题目，因为我看咱真侪兄弟姊妹自平安自喜乐，当作哪像口头禅。平常拄着的是讲，某兄弟平安哦，某姊妹喜乐哦。其实你咧讲这话是，你有平安无？你有喜乐无？所以我就是要搁一摆，互大家兄弟姊妹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当咱对兄弟姊妹咧讲平安喜乐的时，你家己本身有平安也有喜乐无？假使你若一直无平安无喜乐，一直无享受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所要带予咱的迄种平安。那咱要安怎较好？我今仔日大纲大概分5部分，第一个就是平安，再来就喜乐，就是稳定，就是保守，就是这一个结论吼。咱圣经约翰福音16章33，我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上恁有苦难，但是恁爱放心，因为我已经赢过世界。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学生所讲的，也是对信徒所讲的。耶稣讲，我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伊讲这代志是甚物代志？就是讲我对上帝遐来到世间，我要搁离开世间，转去到我的爸厝。就是这件代志，这件代志耶稣讲，恁检采认为讲，我要离开恁，要搁转去到我的爸厝，恁的心会忧闷，会悲迫。但是，我做这件代志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恁爱靠主常常喜乐，我搁讲，恁爱喜乐。这是保罗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40所写的。恁若要喜乐，爱靠主才会当喜乐。所以我用命令的方式，甲遐兄弟讲，恁爱喜乐。啊，敢平安喜乐，敢遐简单？讲嘴讲的就做会到。
以弗所书2章第8节，恁爱靠上帝恩典，凭着信心得救。恁是靠上帝恩典，甲凭着信心得到救吼，毋是出自恁的行为有偌好，还是做了偌顺事。这是上帝恩典。既然毋是靠咱的行为，恁就无甚物通去夸口的。则明明白白写讲，恁若要得救，恁若要承接上帝恩典，要靠上帝恩典，你就要凭信心来得到救。兄弟啊，我毋是以为家己已经得到什么，我只有一件代志，就是袂记后壁面，拼命头前的路，向着目标来酷走。我相信这节的圣经，在座的逐个兄弟姊妹拢会晓背，谁无听过10遍、20遍，甚至100遍。毋过较重要的是，佮刷落迄句：保罗做这个代志，遐尼认真，为着福音的代志，咧尽量跑走，尽量向着头前目标拼命地走，是为着啥？为着要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对顶面调伊所要来得的报酬。保罗遐认真做这个代志，伊就是为着天人的报酬。伊敢是为着恩典吗？敢是伊要承接耶稣基督，是不是价顶救赎的恩典吗？毋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价顶救赎的恩典？保罗早就有啊，早就承接啊。耶稣甲我讲，保罗，我要建立你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当时就知影讲，我的责任重。难道要得到耶稣的恩典也遐困难吗？保罗嘛知影，毋是要得到耶稣的恩典，实在非常的简单。毋过，伊要得的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对顶面调伊要来得的迄个报酬，这才是重点。第一，咱来讲平安，什么叫平安？我非常的体验。平安就是心内有平静。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讲：“我留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所赐的，无亲像世间人所赐的。恁的心毋通忧愁，毋通担寒。”但是耶稣甲咱讲。我留平安互恁，兄弟姊妹，你有相信无？你有相信咱的主耶稣基督留互咱的就是平安无？而且伊讲，我将这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的这款的平安，迄是甲世间人所要互恁的完全无共款。主耶稣明明白白伊非常知影，恁伫世间所欠缺其实是平安。恁并无欠缺世间遐个权利、遐个金钱、遐个地位，遐个物件袂当互恁有平安。恁真正欠的是你的内心的平静。所以最后说，直接讲，我要留互恁，就是恁真正需要的，就是恁内心的平静。兄弟姊妹，今日咱拄着生活，拄着代志。甚至讲一个兄弟是姊妹，伊逐工拢生活拢过甲足顺遂，上帝也互伊真大的祝福，一切拢足好势。伊心内有无平安的时无？一定有。当你无平安的时，你安怎处理这个代志？介侪世间人，我出去逛大街，去坐百货公司，我钱甲开落买种我平常毋敢买，还是我平常就想要买，啊，就毋甘迄种的，就甲买倒来，因为我的心内无平安。
我最近伫公司想要升一个总经理啊，副总经理，好，有过来再甲我烧钱，我的心内悲白。伫外人看起生活非常的好，伊有无平安无？有。但是主讲我留平安互恁，你有相信无？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你的内心无平安的时，你要安怎做？做一个基督徒上基本的，你应该跪在伫上帝面头前，甲咱的主讲，主啊，我的内心即款的无平安。甚至我的无平安是对对来，我唔知。咱有时无感觉讲，啊，就出现中，啊，心内就开始悲白，唔知什么代志，唔知啊。你唔知，咱的上帝知。你甲咱的上帝讲，甲咱主要所讲，主啊，我的心非常的悲白无平安。主啊，你唔是讲你留平安要互我吗？要互我吗？主啊，我即马就是要甲你爱平安。当你一边伫上帝面头前祈祷，煞的时烦恼马上过来。就若像阮细汉伫阮的教会内底，定听过一句话讲：祈祷烦祈祷，烦恼烦烦恼。祈祷一件代志，烦恼也是照常。你要安怎？当你祈祷煞，你的无平安有缘存在，你阁继续祈祷，一遍、两遍、三遍，我敢甲你保证，当你无平安的时，你就伫上帝面头前祈祷，你一定会有平安。就哪像咱的圣经《路加福音》内底迄个不义会做官，迄个不义的官。迄个人有一个负责人，直接干得甲烦，得甲讲啊，你得爱替我主持公道啊！你安那？其实迄个官是不义的，毋过伊互迄个负责人安尼甲烦到尾啊，伊讲好，我替你主持公道。这毋是讲咱的上帝是一个不义的上帝，毋是安尼，是讲咱伫上帝面头前一直甲讨咱所欠缺、咱所需要的。伊一定会互咱。当你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你渐渐你就感觉讲，我迄种无平安，迄种频率哪来哪长？我袂阁遐尼像大圣安尼遐尼都无平安。遐尼之外，你试看觅呢？你若有相信圣经的话，耶稣讲我留平安互恁，你为什么毋试看觅呢？一定有功效。我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这拄则的圣经，这拄则有讲过吼。第二项喜乐，喜乐伫我的感受内底，就是灵精英、灵魂精英，还是灵魂跳跳雀跃吼。咱的灵魂，咱的灵跳跳，咱的灵精英，这就是喜乐。第4篇、23篇，伊互我的灵魂精英，为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这是大笔的诗。大笔，伊嘛非常的知影，讲我要安怎互我的灵魂精英，我要。来行上帝要为我所备办这条义的路，因为这条义的路，伫世间人的目睭内底所看见，拢是啥？拢是充满艰苦，充满无顺，都充满气魄。伫人的面前看起拢是安尼。毋过，代笔清清楚楚，耶稣咱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只有互我的灵魂精英，互我有喜乐的灵，我就会当来行一条义的路。所以代笔有写迄款的诗，
保罗讲，恁爱靠主常常喜乐。我搁讲，恁爱喜乐，哪像用命令的讲，恁爱喜乐。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这是保罗甲菲律宾的教会所讲的，讲我并毋是讲我欠缺什么款物件，我甲来讲这话，讲讲我，因为恁少年我，如今即马呢，恁代志搁发生吼，恁一向呢拢少年我，所以我毋是讲我即马欠什么，还是我即马安那艰苦过，所以我要甲恁讲这话。保罗讲，我无论伫什么情况的爱内面，我拢知影知足。安那知影知足，我已经拢已经学会啊。我知影我伫什么伫彼种逼真的事，就是迄种艰苦的事，我要安那来应付即款的逼真。我嘛知影讲，我伫足澎湃、足丰富的事，我要来应付即款。我伫巴足的时，我伫夭餓的时，我甚至有剩的时，或者是欠缺的时，我拢会当正正常来应付这个代志，因为我有一种秘诀，就是靠着遐个加添我的力量的耶稣基督，什么代志我都会当做。就是讲世间这不管是富有，不管是逼真，不管是欠缺，不管是丰富，对保罗来讲，迄拢是另外的代志。因为伊要所做的代志，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所加添予伊个新旧的力量，伊去做的代志。伊并无受世间遐个代志的影响，世间遐个俗世遐个因为肉体需要的关系，所带予伊遐个逼真富贵，还是丰富，还是缺陷，这个代志对伊来讲完全拢无属实。第三，咱们来讲恩典，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恁是靠上帝恩典，凭着信心来得到救。这毋是出自恁有偌好的行为，这是因为上帝的恩赐。既然毋是靠行为，恁就无什么通去夸口。各位兄弟姊妹，这已经将上帝救赎的恩典明明白白写甲非常的清楚。咱靠上帝恩典，凭着信心得到救，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上帝恩典；第二个条件就是信心。只有这两个条件，咱就会当来领受上帝恩典。上帝恩典对来，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9节，上帝救咱，以性来调咱，毋是按照咱的行为，乃是按照伊的旨意甲恩典。上帝调咱来承接伊的恩典，这是按照伊的旨意。这个恩典是伫万古进前，就是伫伊还未创造这个宇宙进前，伫基督耶稣的内面所赏赐予咱的。当上帝还未创造人的时，伊就将要互人的承接的这个恩典，伫万古之前，伊就预备好啊，就准备好啊，要白白赏赐予咱的。而且上帝的恩典是要赏赐予所有的人。你只要有上帝的灵伫你的心上，就是你伫你的老爸老母的腹肚来受孕，那当下迄个时阵，上帝就将你专属的灵放伫你的肉体内面。
只要你有你的灵，有上帝赏赐互你的灵魂伫你的内面，你就有权利，你就会当来承接上帝的恩典。甲你是好人歹人无关系。今仔日你是世间人的面头前，互人认为讲你是一个大好人，或者是你伫世间人的面头前，互人认为讲你是一个大歹人，你偏偏有权利承接上帝的恩典。这甲你行为完全无关系。讲兄弟姊妹，咱一定爱记。咱承接上帝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是上帝白白赏赐予咱的。只要咱承认、亲身承认上帝是予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割活，咱相信这件代志，咱就会当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只有这件代志，只有这个条件，上帝这本来就备办恩典要予咱。只要咱相信耶稣基督救赎十字架顶的救赎，对死人中割活，你就会当白白来承接这个恩典。甲介济基督徒，甚至是介济传教者所讲的无同款。我捌听过基督有传教者讲，没有廉价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不公平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相信讲兄弟姊妹，恁拢捌听过这话。伫罗马书3章10节，因为世间人拢犯着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所以咱即马会当蒙受上帝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就白白来称罪义。啥会叫做称罪义？就是伫上帝面头前，伫人的面头前，你就变做一个无罪的人，这就是叫做称罪义。自古至今到未来，所有的人，无一个人会当伫上帝面头前，我是无罪的。罗马书顶面有讲，自古以来，无一个人会当伫上帝的面头前，靠着你来遵守上帝的诫命，伫上帝面头前得称罪义。无，世间无这款人。我讲，我要靠着遵守上帝的诫命，要互上帝讲我是一个义人。圣经讲，世间无这种人。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上帝甲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这是因为要凭着耶稣基督的血，照着人的信心来显明上帝的义。圣经讲了个已经足清楚，足清楚。因为你做袂到，所以上帝甲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要用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救赎的宝血，该加上你本身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割活，只有这两个条件，你就会当白白来承受上帝的恩典。都是遐尼简单，无遐尼无像有人讲的讲遐尼可惜。上帝恩典敢有遐尼可惜吗？上帝恩典非常的无公平，绝对无遐个代志。上帝恩典确确实实就是遐尼俗。所以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上帝恩典。上帝恩典拄啊像一种可惜的珍贵礼物，廉价的
珍贵礼物。因为你唔免你开钱，唔免你去做什么代志，你爱安怎做，你才会当得到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信来得到救。拄则我讲有人有传到这认为讲无迄种可惜的恩典。我讲圣经明白写上帝恩典，就是遐尼可惜，就是遐尼容易得到。恁是安那要搁讲无迄种廉价的恩典？我知影这同学因可能所讲，因就是讲，你要得到救，毋是讲你受洗，你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你就得到救。你爱阁有好的行为，你爱阁奉献，你爱阁去传福音，你爱阁做着较侪代志，你爱阁有好的模样，甚至你的性命要有耶稣基督的性命。安尼你才会当承接上帝恩典。我直接要讲，无迄代志。圣经并毋是安尼写，圣经只有写讲，你只要相信上帝和耶稣基督对世人当救我，靠着伊是不是家庭的保护，你就会当得到救。这是圣经所写的。所以这就是明就是一个可惜的珍贵的礼物，无遐尼复杂。第二项，甚至有人讲上帝恩典是无公平的。现在因为认为讲上帝恩典无公平，因为讲今仔日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对细汉好亲像我帮助你，我对我的老母伫巴肚内，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出世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伫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大汉的。我伫教会服侍，伫教会出入，伫教会尽量做上帝工。毋过，照圣经咧写，某兄弟、某姊妹，伊可能1个月前、2个月前，甲捌上帝，甲来正做上帝的囝儿。碰到了你讲，安尼我得的恩典，甲伊得的恩典拢相共，因为迄是上帝早就备办好要互咱的，只要你相信，你就会当得到这恩典。啊，那呢，我做基督徒要创啥？我伫细汉做到大汉，遐尼认真拍拼咧做基督徒，我是咧做心酸的哦。我先啊遐认真来做基督徒。对无？咱是毋都即个基本出来啊？第三项，我嘛听真侪基督徒讲，咱无功劳，嘛有苦劳的恩典。意思就是讲，我伫教会底出入，我虽然无做真侪传福音的代志，毋过教会代志我拢知影哦。我虽然逐礼拜来教会坐2点钟，伫遐听牧师咧讲道，2点钟了，我就转去啊吼，转去我的圣经圣诗放的，就放的，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即礼拜2点钟已经交互你啊哈，刷落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拜一到拜六是我的时间，你毋通来搅扰我。当你抱着这种的心，在做你一个基督徒的时，然后你就讲你来见上帝面，你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无功劳，嘛有苦劳，我一世人用遐侪时间伫教会，我甲你讲，上帝要甲你问讲，囝，你。讲我听看觅，你的苦劳伫倒？
你要讲你的考虑只是逐礼拜去教会坐伫我的圣殿的内面，伫遐度过2点钟嘛？牧师所讲圣经的真理，你有听入去几句？你有照圣经的教示在行你的行为啊无？迄当时你可能甲主讲，迄帮主咧讲的哦。迄讲我若相信耶稣基督救赎恩典，我就会当得到救，我就会当承接这恩典哦。迄甲我行为无关系哦。啊，你今仔日你是安尼，甲我算这？咱的耶和华上帝会甲伊讲对，你今仔日因为你已经承接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以你今仔日有机会来到着我的面头前，见着我的面。这就是你所要承接的恩典。毋过你讲你你无功劳嘛？有考虑，意思就是讲你要爱你的功劳。所以我毋敢甲伊问讲你的功劳伫倒呢？咱若要爱上帝伫上帝的国内面，或上帝咧纪念讲主啊，我的功劳伫倒呢？你看卖呢？上帝甲讲，你的功劳是我所写伫册内面的报酬。你有得到报酬无？你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这是一回事。这款的恩典，互你会当入来到伫上帝面头前，见到上帝面。毋过，你有得到报酬无？这就无遐尼简单咯。所以，兄弟姊妹，咱一定要将恩典甲报酬分开来看。咱要承接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确实是非常的简单。毋过，你有想要互上帝伫伊的国内面，甲你记你一条一条的报酬，迄就要看逐个人所行所做。假使讲，今仔日有一个兄弟一个姊妹，伫教会外面入来，一个真卑微的兄弟姊妹，教会内底，一楼有姊妹兄弟看到，赶紧出去甲招呼讲：某人、某兄弟、某姊妹，来，你请入来教会坐一下。伊可能伫检查伫外口，伫遐咧丢毒，伫遐咧毋知要安怎较好，你甲带入来。山了有人看到讲有新的兄弟来，新的朋友来，赶紧去泡一杯茶，倒一杯小茶，还是泡一杯咖啡，放在伊面头前互伊。山了有其他的兄弟啊，一姊妹就来陪伊，甲伊讲兄弟啊，你伫外口安尼踅来踅去，啊，你检查你有啥物需要帮忙的代志无？咱会当来开讲一下无？利用这个机会。甲耶稣救赎的恩典，甲伊讲，甚至边仔都有兄弟姊妹伫边仔为这个兄弟、这个姊妹祈祷，甚至等伊到厝了，逐工为这件代志祈祷。当你有一天到伫上帝面头前，上帝会甲讲：囝，你来，来。你的报酬有偌偌济拢伫遮。检查你的时，迄当时你要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毋达到你遐尼听我真正是一个毋正人。我伫世间我无做啥物代志，我无传过福音，我无做啥物会当互人夸口的代志，拢无。我只是一个毋正物。上帝要甲伊讲：无。你是我真中的萝卜，因为你什么时阵伫什么所在，你有招待一个智微细的人入来教会内面。
你有泡咖啡互伊食，你有甲伊款边仔甲款，互伊清气，你有为伊祈祷，这个代志拢伫我的耳孔内，我拢甲恁记条条，一项都袂拍甲漏。这拢是你的报酬。这假是这就是报酬。当初代教会，彼得甲约翰要入去圣殿的内面，行到美门的门口。因为当时的圣殿有过来的门吼，有3、4个门，其中有一个门叫美门。因对要入去时，边仔有坐一个唔正美，一个太高的摊子啦吼，摊子。以前我在台语拢换做太高的，其实就是变水的啦，变水的。有一个变水的伫门口底下2粒目睭直直看，对约翰对彼得吐直直看，看到2粒目睭就要走出来。约翰彼得看到这个兄弟伫遐，彼得就甲伊讲兄弟啊，你所要爱的金银钱我拢无，我只有会当将我有的互你。我要奉着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路。伊是一个变水，伊需要的就是起来行路。兄弟姊妹，这就是恩典。唔免迄个变水的兄弟去做什么代志，还是甚至去行什么好事，无白白互伊的恩典。这就是恩典。你若讲佫需要你去做什么代志，需要你用钱，这就唔是恩典哦。这就是变做你靠着你家己的力量去得到的。就那亲像其他的宗教所讲的功德，伫咱的信仰的内面，绝对唔是靠着功德得到恩典，是白白得到恩典，甲你的行为一点仔关系都无。不过雅各书第2章14节则讲：我的兄弟姊妹啊，如果若有人讲伊有信心，却袂当用伊的行为甲证明讲伊有信心，这有甚物路用啊？嘿，兄弟姊妹，我想真侪人拢了解，因为信耶稣基督救赎来得到恩典。甲雅各书则讲。你敢若讲你有信心，你袂当证明讲你有信心，你有甚物路用？这2节的圣经，一个看起来好亲像一种冲突的圣经节，到底是安怎？各位兄弟姊妹，我今仔日我要互恁知影。伫雅各书第2章14节写讲的，只是爱鼓励讲，伊毋是讲伫否认讲，你若无行为，你就无法度通承接上帝恩典、耶稣救赎的恩典。伊毋是咧否认这一件事情，伊毋是咧否认这件代志，伊只是咧讲，对，你靠着信心会当得到恩典。毋过，你若阁有听上帝、听人的行为，你所要承受的，就更加完全。你就无遐尼切身，你就毋若干那会当见到上帝的面，伫上帝国内面见到上帝的面，即款的恩典，你毋若干那会当得到这种恩典尔。你若阁配合着你的行为，听上帝、听人的行为，你除了恩典以外，你阁有较侪的保守，摆伫上帝的国内面。
即款的报守是袂旧、袂歹、袂烂、无贼会甲你淘汰的产业。马可恩所讲的，你得爱你得爱存你的，将你的产业放伫迄种袂歹、袂臭、袂烂、袂旧、无贼会当淘汰的所在。迄个是永远的。这就是啥？这种袂臭袂烂的这种事，这就是上帝经过你的行为，上帝所甲你记录落来的遐的报酬。这就是这的报酬来，甲你得到救赎的恩典无关系。你得到救赎的恩典，是得到救赎的恩典，迄是一种真简单的代志。毋过你免啊，积住你的财宝，伫迄种袂旧袂烂、无贼当淘汰的所在，这才是咱的重点。第四项，咱来看报酬。报酬，我会解说，就是讲天国的产业，就是咱上帝为咱备办伫天灵的产业。腓立比书3章13节，保罗讲兄弟啊，我毋是以为讲我家己已经得到什么了，只有一件代志，就是未去的后面，拼命往着头前来走。保罗和耶稣基督甲任命伊做外邦人的使者。保罗伊知影，我若只有要承接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毋免遐辛苦，我毋免伫犹太人的面头前，我做犹太人，我伫律法的下面的人的律法的人的面头前，我做律法的人；我伫律法顶面的人，我做律法顶面的人；我伫外邦人的面头前，我做外邦人。保罗毋免做到遐无原则，哪像一个墙头草。伊完全无家己世间的原则，只有福音的缘故。伊愿意放下伊家己本身一切的原则，我只有要得到人的活命，要互人伫上帝面头前得到救。保罗只是安尼。伊做这代志要创啥？圣经在讲，毋是咱拄则会晓背遐。保罗讲，我是要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对顶悬吊我所要得的报酬。保罗嘛知影，我若干那讲要领受上帝的恩典，我毋免遐辛苦。我遐尼辛苦，传给我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伫天灵的报酬。伫哥林多前书3章11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我已经伫恁遐建立好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句话是上重要的，这句话是这节的圣经内面上重要的一句话。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无人会当搁建立别款的根基。正兄弟姊妹，你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顶面，若有人用金、用银、用宝石来起造伊的建筑物，兼且嘛有人会用木材、用草、用稻谷来建立伊的工程。保罗讲，有一天日啊到，有火会来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
的品质。假使你若受到火甲试验了，你的工程的品质，伫即个坚固的顶面，你的工程还阁留会掉，还阁会留的。假使讲你若是用金、用银、用宝石去的，就是讲你伫耶稣基督即个坚固的、即个根基的顶面，你有好行为，你有听人，有听上帝，你有传福音，你有照上帝的旨意咧行。安尼，你就要得到赏赐，就是得到报酬。因为你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的顶面，你做这个代志，所以你要得到报酬。啊，若讲你的工程，你是用稻草、用木材、用稻果。去起做的，即个火甲你试验落，你一个就烧就无去啊，就化去，什么都无看到。安尼你就要受到损失。毋过，你家己嘛要得到救。这就是真有一个技巧伫咧。当火来个试验时，你什么话都无，就是讲你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顶面，你什么代志都无做。你虽然受到损失，毋过你嘛相同会当得到救。虽然你得到救的过程，好亲像对火内面倒走一款，就是讲足歹看的。毋过你有得到救无？你有承接恩典无？有，圣经明明安尼写。所以你要承接救赎的恩典，只有伫遮看，咱规则的圣经咱个看，只有就是你爱徛伫耶稣基督这个地基顶，你就会当承接这个恩典。甲你用金、用银、用宝石去做工程，还是用木材、用草、用稻果去工程，无关系。重点是你徛伫耶稣基督这个坚固顶面，这个根基啦，根基啦，这个根基的顶面。过去，伫我的母会，就是屏东盐洲教会。伊今年已经进入第151年，甲马街来淡水传福音边迄年，马街来淡水传福音，今年有那第151年。毋过咱台湾基督教会来传福音，马雅国地南部来传福音，今年已经第158年。我的教会是151年。伫我细汉读小学的时，我教会内底有一个姊妹非常非常的优秀。伫教会内面，若像柯老师安尼，带诗班，甚至弹琴，迄当时拢风琴啦，无像即卖这钢琴。参加聚会，迄落聚会主理各方面关心会友，非常非常的优秀。我对细汉我就想讲，哇，这个姊妹有够好。这款的姊妹确实真正无简单。伊的老爸是教会长老。未来当我大汉了，我来新竹上班，一边等于甲厝的人在开讲。我大兄有讲起这个姊妹，因为阮拢捌。伊讲迄个姊妹即马在做济公的动机，我听一个错一个。讲你有讲毋对伊无？迄一个遐尼徛好根基伫耶稣基督的顶面的姊妹，是安那即马在变做济公的动机？中午发生什么代志，咱毋知。迄当时我只是讲主叫你赦免，因为我明明白白我知影讲，即个姊妹。
已经无可能得到救了。伊得到救的迄种确信已经取消了。是安那？因为伫哥林多前书3章11节才讲的规节的圣经、规段的圣经，伫讲的就是讲，你若徛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的顶面，去做好做歹，有做无做，无要紧，你会当承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得到救。毋过，当你有一天，你将这个根基甲拆歹，甲拍掉，你搁另外去找一个根基。这个根基不管是济公，不管是妈祖，不管是心怀，我敢甲你保证，你得到救的册据一定会取消，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根基已经互你甲拆歹了。第五，咱来看结论。福音是基督生命的展现，得到救的恩典是白白领受的。各位兄姊妹，咱爱知影，得到救是白白领受的。有基督生命的疼的爱心的行为，咱若有基督生命在咱里面，咱所行出来，遐疼上帝、疼人的行为，是为着要传福音，互人来归伫咱的主，互人来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咱所行出来这好行为，目的就是要互人来得到救，毋是要互人讲哦，你偌疼上帝，你偌疼人，你家己本身偌敖，毋是。第三项，咱得到救了后，咱一切好的行为，有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对顶面，要对咱调咱来一个报酬，就是讲咱介简单得到救。领受得到救的恩典，你刷落来，你所做的一切行为，这拢是上帝拢一件一件甲你记好势，伫上帝国的内面，这拢要当作你将来的报酬，袂烂、袂臭、无擦会当淘汰的报酬。这甲你有得到救，无得到救无关系。第四项报酬，上帝的报酬是袂烂、袂臭、袂歹，无虫会去甲伊咬，无贼会当淘汰。这是伫上帝国的报酬。伫地面上的报酬，就是平安甲喜乐。只是可惜，真侪兄弟姊妹，连地面上的报酬，你都拢无法度通去领受，无法度通去享受这款的平安甲喜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代志。试看卖呢，兄弟姊妹，上帝既然有地面的报酬要互人，有天国的报酬要互咱就试看卖呢。宇宙所有的生命，保一个生命会当像咱的耶和华上帝安尼。甲伊的囝儿讲，你若毋相信，你试看卖呢？你来试我试看卖呢？宇宙所有的生命，无一个敢亲像咱的耶和华上帝对伊的囝儿安尼讲话。咱试看卖呢？基督的生命是上好的表现，是透过福音
来显明上帝对世间人的疼。透过福音来显明上帝对世间人的疼，这就是咱基督的性命伫咱的心内面。我还记得伫几年前，小杨长老、徐小杨长老，伊有一届要翘倒来去上班的时，伫路上甲人拄着，甲计程车来弄着伊的奥多麦，计程车就甲讲无要看赔偌济。小杨长老讲，我毋免你赔，你只有答应我，你来公园教会。伊毋知甲讲你来几遍安尼无啦，我袂记。即件代志我袂互你赔，这就是福音。兄弟姊妹，这就是福音。伫几年前，我伫马街住院时，有人去搞探访，我无熟悉。迄兄弟姊妹入面，由我祈祷，我讲我一个基督徒，伊讲安尼上好。咱伫主的内面，咱做伙祈祷，这就是福音。我一世过去咧分圣经，将圣经要分互人，就搁甲遐囡仔讲：耶稣听你，我这本圣经送互你好无？遐囡仔若心情好，就甲伊讲谢谢；心情无好，一个臭面互你看。甚至我伫广武高中分圣经的时，学校的教育部主任去敲电话给警察，甲警察讲：迄门口遐有人伫遐，毋知咧分什么物件，互阮学校学生。警察来甲我赶。这拢是因为福音，迄每一个人拢有一条活命，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灵魂，这拢是上帝爱要咱去救的灵魂。伫感觉内面，复在假使若疫情时间无扣掉，已经10年啊。遐敢毋拢是灵魂活命嘛？拢是上帝爱咱要去救的灵魂嘛？所以传福音是基督徒的核心价值。基督徒所做一切代志，就是拢为着传福音的目的。那亲像保罗同款，伊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传福音是基督徒听的终极目标。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因，互相信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救。这则的圣经明白，上帝就是听，上帝的听终极目标，就是要互逐个人拢袂沉沦，会当得到救。所以传福音就是基督徒听的终极目标。传福音是基督徒的大使命。耶稣讲，所以恁爱去，万民做我的学生，奉圣父、圣子、圣神的名，甲因洗礼，将我所吩咐恁的，拢教示因。这是咱的主耶稣要上天进前，伫加利利的山顶对学生所讲的话。所以传福音就是咱的大使命，就是耶稣对咱离开咱的进前，要上天进前，甲咱交代的一个大使命。你一定爱做的代志。一间教会所有的活动后壁，若毋是有福音的目的，这个活动就会枉然劳力。通常有人讲我去关心兄弟姊妹，你关心兄弟姊妹，这嘛是有福音的目的。
你关心伊，你要互伊知影讲，咱伫主的厅的内面，我来关心你。今仔日若毋是有咱的主的厅，我无法度通伫你的面头前。我关心你的目的，就是来互你认捌咱的上帝的厅，互你甲上帝有较好的关系。这嘛是拢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咱伫教会内面所有的服侍，你千万唔通无谦卑。伫教会面头前所做一切活动，你主办一件代志，你举办什款活动？假使讲像我后礼拜开始，我文道培育组就开始就有迄个领袖高峰会，连续2礼拜了，佮续咧4月、5月，佮有台语圣经的课程。即款的活动，假使将来若讲办了，互请你姊妹认为讲，这袂歹。有人来我的面头前讲，班长哦，你这课办了袂歹，你以后能够办互阮，拢足受到激励。迄种时，咱自然而然拢会讲感谢主。兄弟姊妹，当你讲感谢主的时，你的心有真正感谢主无？你的心内甚至心咧想讲，我靠着我的能力，靠着我的学习，靠着我社会经验，我今仔日办这件代志，办这件活动，我确实真正伫社会有经历，才有互我有这能力来办这件代志。当你若伫上帝面头前，你有这款的骄傲的心，你并无将谦卑的心放伫上帝面头前。上帝讲，伊要帮赞谦卑的人，要阻碍骄傲的人。这是这种圣经的话。当咱你嘴咧讲感谢主，心内非常骄傲的时，上帝一定会甲你讲，我徛伫你的边仔，甲你看你搁刷咧，你要安怎做？因为你的骄傲是要强夺，是要去抢夺上帝的荣耀。人的骄傲是要抢夺上帝的荣耀。兄弟姊妹，咱唔通无谨慎，一定要知影这款的真理。愿耶和华的名会当得到荣耀。愿耶和华祝福咱教会，逐个兄弟姊妹会当得到耶稣基督所授予的平安喜乐。今日我的分享就到这，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主我的上帝，我伫天里的爸，我深深感谢你。今仔日你带着囝儿来到伫我的本会，伫遮来享受、来分享你的真理。主，这是你照着囝儿的喙齿甲喙所分享出来，你要爱我讲的话。求阿爸比上帝，你来开启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或者兄弟姊妹会当照着今仔日你的话语，互因来明白你的真理，互因阁甲你有较亲密的关系。感谢阿爸比上帝，今仔日对头到尾都伫遮的帮助阮每一个人。阮安尼感谢，拢是奉着救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请咱来唱回应诗，圣诗611首，得主的人有幸福。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坐，请随缘的兄弟。请咱起立念奉献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欧罗你，因为阮透过信来白白得到你的赏赐甲恩典。毋但安尼，我嘛对你遐得承受文字、智慧甲力量甲会当作为你的圣工愿你欢喜接受阮遮对你所赏赐的。愿你看顾你的圣工，做你欢喜的路用，来感谢基督咯，我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先来介绍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蔡燕燕姊妹，毋知坐伫倒位？蔡姊妹。伊是伫布袋教会，也是一个叫林淑美牧师来介绍伊来咱公教会。欢迎你会当来参与着公教会的双年团契。较等下是毋是有双年会当来带？玉佩姐有来无？林秀姐这看住所敢若伫大块文章遮啦，应该是这个所在附近欢迎你来。伊是千煞千煞咱台湾拢是移民的迄个所在董理长老为屏东移民来新竹，我是为台南刷去台北，佫刷到新竹安尼移民的社会欢迎亲爱兄弟伫线顶的17位兄弟姊妹，爱记你倒转来因为。喙炎已经毋免啦好，今仔日多谢董理长老来讲道，多谢伊。一个主日2礼拜中间有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姊妹会当有备心来参加，特别是直播在看线上迄个礼拜兄弟，这17位兄弟，请你后一个礼拜日。爱倒来参加圣礼典咯第3、第4、第5、第6、第7，请咱第2家己来看为着报今年的迄个所得税5月开始来报
你需要个人风险证明的，请你来登记伫1楼的桌啊遐来。一礼拜是3月初5是牧师来主理2场礼拜。好，告解的消息，请咱特别注意，3月初3这一天，拜5 9点半，伫新德教会有一个世界公道日。今年这个世界公道日是为着咱台湾来祈祷，当然，咱台湾面对的威胁真大，挑战嘛足济，总是恳求掌权万有的上帝，会当通过咱的祈祷来听咱的声，互咱台湾永远有迄个平安。永远会当伫咱台湾的国土来宣扬基督的福音。上年部中会上年部有举办日本的佚佗灵修，这个是5月15到19，这个请意爱兄弟会当甲人民太长老来做来查询，互伊。会当带咱来报告安尼，牧师遮有敢有补充报告无吼？好，来，咱来，报告什么？插花呀，插花报告。来，请讲，你要报告什么？台神主入体验营，好。大家平安，因为就是台神的门徒门徒营，爱伫3月7号甲9号，是伫就是即礼拜过去，迄礼拜拜2甲拜4，时间报名已经伫要到啊，是到2月28截止，所以欢迎大家伊无限年龄拢会当参加，你会当来体验神学生台神的生活，安尼欢迎大家，多谢。迄个你无甲牧师报告这个事，所以咱本会消息无刊登着，漏掉不要紧 ，OK， 好，来，咱来吟上营401首，愿全营主上帝，吟诗说，咱要请董理长老祝祷。共同来领受上帝对天来的祝福。耶和华我的上帝，但愿公园教会众兄弟姊妹，不管是伫圣殿内面，或者是伫网络顶面，阮共同伫遮要来领受你对天来调远，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所要得的保守。恳求你接纳不管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头前所摆列一切敬拜，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甲圣神的运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互阮会当平平伫你的内面，会当彼此相听。阮安尼祈祷，会当得到永永远远。阿免。
的。